Zimon leje kengkang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nyi. 俺你做嘢，托住错，哥哥呢？俺去好用所以车子浪得白人啦。哥哥讲做的来点呢，但是俺错电筒我插龙熊。 Lo tu cho. Nga chi sheri ka lo gon chene. Tering ka no den cho la lo yung shi shi. 那个其中一个对家，我最好的老师上，怀特森先生是我6年级时的科学课老师，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记得有一天上课，他给我们讲授的是一种名叫猫尾兽的动物。他说，这种动物一般在夜间行动，因为不能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绝种了。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当他把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写下的每一个答案后面，竟然都被画上了一个刺眼的红叉叉。我得的是0分，可这不公平，因为每一道题都是根据我的课堂笔记回答的。而且吃惊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得了0分。个家怀特森呢，你老人准备个节千里lon参加这个人，可能容易撒播建议人啦，其他他们人比，对阵老爷领的比些同学吧，人东波老这些的，空给米拉建设些公益比苏桥一老这些。 空给苏江的一日，参谋个学些月了，荣运康参谋以恰见动的马特比，这切把的些，空给手机呢屡屡些见，手机呢，我的也偏成这呢，俺错了大举吧，俺错聪明，年电节升级的，第几年老车个节聚拢，有口装备对色，俺用哈里呢卡动密接的节，因此呢。 你这边只能说说一句啦，没了这边拿到奖的，俺啦干嘛提了这？应用你的重点是嘛的？这话说说你这边老车甚至一种的两大半夜，打动行生看俺基本问题，俺存真的老主勇气干嘛提了弄的？ Garin da la ti chaji. Nga chi thanye saba khashi yunda chi shi. 侃侃而谈，屡屡些吧，目瞪口呆。卡动密接，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空给手机呢屡屡些见，手机呢。 我的也偏成这里，俺错了大举吧，俺错聪明年电节升级的，第几年老车个节聚拢。 Ta nga chi nyam de ta nian这些过来记的，他念这些。词语解释：侃侃而谈，侃侃而谈就是人们理直气壮、从容不迫地说话的状态。 屡屡结巴一般呢，给恰结巴到机，虚极看不得。目瞪口呆，目瞪口呆就是形容因吃惊或害怕而发愣、发傻的样子。卡动密接几般呢，抓把动几把些呢，还比难把了些。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海伦·凯勒幼时身患重病，出生才19个月就丧失了视、听、言的能力，成为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幼儿，后来不仅学会了读书，学会了说话，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一名通晓5种语言、知识渊博的学者。
成为创造了非凡业绩的慈善家、演讲家和教育家。海伦·凯勒的成长与成功震撼了世界，而这一奇迹的出现却与他的老师安妮·沙利文的教育与引导密不可分。正如凯勒感慨的：“我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同时属于他，不管是我的才能，还是我的希望与快乐，都来自他爱的点化。”安妮·沙利文那极大的爱心、耐心与毅力，那从尊重孩子的天性、引导孩子的兴趣出发的教育，激发了海伦的学习热情，使海伦一直处于对知识的渴求状态中，成功地将海伦从一个无知甚至野蛮的小女孩，逐渐培养成一个知书达理、才华横溢、富有爱心的非凡女性。俺今年的他念撒巴地做下用这些，侃侃而谈，捋捋黑板，目瞪口呆。他动迷解，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空给手机呢捋捋黑镜，手机呢我的黑偏成节呢俺错了大嘴巴，俺错聪明年点节生气大，第一集呢罗车嘎节聚拢。老主错，前期别人个努得出马写一选，但俺去举行了啊。老主座，我个这一弄，捋捋黑把黑笔起的工人。A. 侃侃而谈。连这说，年真的这主不错，但俺今年的别人个乱菜努点用下经典啊。怀特森先生是我6年级时的科学课老师，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教学方法独特，常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记得第一天上课，他给我们讲授的是一种名叫猫尾兽的动物。他说这种动物一般在夜间行动，因为不能适应自然条件的变化而绝种了。他一面侃侃而谈，一面让我们传看一个颅骨。我们全都认真做了笔记，然后是随堂测验。当他把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在我写下的每一个答案后面，竟然都被画上了一个刺眼的红叉叉。我得的是0分，可这不公平，因为每一道题都是根据我的课堂笔记回答的，而且吃惊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得了0分。老主错，别人个老者参的人就这，大出马demo起，demo。